2月1日是世界母鸡日，配合母鸡节，新竹的台语老师带囡仔来到百货公司的超市，小解内面所买的物件，无论是菜色、果子，还是生活用品，拢用台语教大家安怎讲才是正确的，希望透过生活化方式来教囡仔讲台语。伊的华语叫啥？它的国语叫什么？哈密瓜。哈密瓜。好，伊内底有一个字，就是龟。龟。嘿，好，来。龟。都过来。黄龟。什么龟？黄龟。老师用台语教囡仔小解各项各款的水果，来到另外一区，不论是汤啊、饮料、果汁，也是汽水，全部拢是用台语发音。囡仔第一摆用台语来说超市，拢感觉有够新鲜。鸡仔冰。还有啥？虾啊。啊，你上爱食啥？豆油。出去耍的时阵，讲用台语做介绍，甲互因知影讲这物件台语安怎念安尼。超市洗刷了后，老师就开始出台语题目，互囡仔家己入去做题目内的物件。有的人连伊就找到，有的囡仔是洗规半步，阁找袂到。烟肠、芦苓、猴头果、油。平常时吼，厝内底吼，爸爸妈妈也是有机会吼，其实会当教囡仔加讲啦。吼，譬如讲。早起要洗手面，就用着起锅、起米啊，对无？要煮饭时阵，甲妈妈倒油，伫这生活中吼，加讲、加听、加练习，吼，安尼慢慢甲迄种讲台语的这种部分，带入个生活内底。透过台语洗超市活动，大家除了会当学到生活用品台语的讲法，而且来用上自然的方式来学台语，互更加侪人会当吸食来讲台语。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。